嚟到12月，先嚟個少少嘅總結先 ，check 翻我哋今年嘅 volatility 有冇合格呢？所以今日我就量度翻過去10年，即係2015至2024啦，睇睇每一年嘅波幅係幾多，然後我哋做一個平均數，最低同埋最高嗰兩點咧，分別喺2019年嘅波幅有5400幾點啦，同埋2022年嘅有10700幾點啦。撇開呢兩年嘅話咧，其餘嘅時份咧，通常咧都係做8000幾啊、6000幾啊、9000幾啊 ，lady average 嘅。所以加晒10年除翻10嘅話咧，咁個 yearly average volatility 咧計到係8174點。12月未行完啦，咁但係由1月2號開始拉到今日嘅話咧，恒指其實已經升咗45.6%，全年波幅暫時係8500幾點，同頭先講嘅10年平均數8100幾點咧，我哋係交足功課噶啦。咁但係其實大部分嘅波幅咧，頭1、2季咧其實好足夠嘅，但係當踏入8月至到而家呢3、4個月裏邊咧，我哋困住咗喺呢個黑色框嘅箱體入邊啊，個 range 係248至274，得2600點，橫行上落，咁樣就玩咗4個月啦。咁既然港股咁悶咧，我成日都同 Patreon 會員講，唔好淨係 focus 喺一個市場嘛。今個星期想同大家講一講呢一隻，淨係睇呢個禮拜啊，已經升咗25% 啦。陣間我哋會睇睇全年升幅，同埋仲會同大家睇睇佢個浪同埋一啲形態，你就知道佢今年翻咗幾多倍啊。當然唔少都會 focus 翻我哋市場，睇睇市場結構啦、option 1、2、3啦，同埋一啲技術工具提供俾我哋嘅點數嘅。以下嘅影片全部都係技術分析嘅分享同埋教學用途，並唔係任何意見。各位做決定之前，請自行做足功課同埋風險評估。By the way， 我喺 Telegram 開咗個免費嘅 group， 有興趣可以 scan 呢個 QR code 即時加入。除咗每日都會有啲市場嘅資訊之外咧，每個月我都會做一份唔同投資範疇嘅懶人包嘅。11月出咗呢個股神巴菲特都建議大家買嘅美股 ETF 啦，今個月亦都已經 upload 咗個懶人包上去噶，有興趣可以過去。好啦，咁首先開估咗呢一隻近嚟升得咁犀利嘅產品係咩呢？年幾之前咧已經同 Patreon 嘅會員提過噶啦，就係白銀啊。佢係一個行得好慢嘅商品啦，佢嘅大浪咧，當時數到咧，佢係行咗1、2，正進行緊3嘅，咁當時就拉咗呢一 set fit 俾大家。3浪嘅 fit level 咧，可以係去到1.618至2.618嘅47.6同埋66.3，呢兩條橙色線咧就係幾十年前嘅兩個高位嚟嘅。今年同大家講，我哋要睇住會打穿，咁暫時去到高位接近60蚊啦，已經達到咗3浪要求啦。成個浪嘅起點由2020年行到21年先行咗1浪啦，跟住行到22年行咗2浪啦，跟住一路到而家25年都仲係行緊一個3浪啊！一個3浪中間用咗3年啦。咁我哋睇睇佢有幾勁先啦。24年開始嘅表現到現在，當時嘅22蚊升到今年最高嘅60蚊咁滯咧，升咗接近38蚊，係172點幾個 percent 啊！我哋今年恒指都叫叻啦，行咗45點幾 percent 啦。呢年幾咧係商品嘅發力年，咁就冇得比啦。所以我哋就係要分散投資啦。另外一個 pattern 咧就係弧形大底啊，由1980年1月行到2011年4月，一個31年嘅底啊。而就係呢個1980年1月嘅高位41個半，同埋11年4月嘅高位49個9，今年都通知咗會員，我哋睇住打破噶啦。好啦，咁現時咧加多一個 pattern 啦，就係第2個弧形底，頸線亦都係今個月破埋啦。除咗白銀啦，其他商品例如黃金啦、Palladium、Platinum、Copper， 全部今年都係做得非常亮麗嘅。我哋有咩工具可以做到一啲短線嘅操作呢？其中一個好方便嘅方法就係用 CFD 啦。我同 Vantage 今個月推出咗一個雙重優惠最強組合，去到今個月底做1次入金，除咗會攞到 credit bonus 之外，仲會賺到現金回贈。兩個優惠可以同一時間使用啊！未開戶口嘅朋友可以用呢條連結即刻網上登記，已經有 Vantage 戶口嘅朋友而又想得到呢個 Vantage 同我今個月限定嘅雙重優惠咧，可以寫一封電郵，然後將佢轉去呢個戶口之下，咁就 OK 噶啦。想睇呢條教學影片嘅，可以撳右上角，又或者未清楚乜嘢係 CFD 嘅朋友仔咧，又或者可以睇埋呢一條影片。另外掃一掃呢個二維碼，即刻可以免費參加 Patreon 2級課課7天免費試睇，每個星期都有2條深入分析影片，關於我哋嘅市場同埋環球商品，主打帶大家做 diversification。而星期1至5早上8點半，務必收到3個市場嘅開市前分析同埋佢哋嘅 auto blocks， 有晒當日框架，幫你 plan 好當日操作。呢一頁裏面仲可以方便你隨時加入頭先提過嘅 Telegram 啦，或者睇一個75分鐘嘅工作坊啦。
未 follow 我其他 social media 嘅，例如 Threads、Instagram， 亦都可以喺呢度隨時撳埋。係喺5個 social media 用唔同嘅角度 cover 唔同嘅範疇、唔同嘅商品，全面緊貼火火 Inner Circle。好啦，我哋翻嚟跟住睇市場結構。10月初製造咗呢一套橙色 range 27444同埋24968，呢個暫時係我哋嘅中 range。而喺裡面行嘅呢啲藍色線呢，一 pair、2 pair、3 pair 同埋而家嘅第4 pair 呢，就係裡面嘅 internal range。上個星期呢，我哋套細 range 係喺272至250，今個星期呢，細 range 再轉細咗，做250至262。自從11月尾行咗一個細結構之後呢，暫時都未有任何變化，因為近2個星期呢都係勁悶，勾住咗喺呢個黑色箱入邊，由272至到250拉出嚟嘅一套 fib 0.236至到0.618嘅位置，255至263啊，佢連呢一 set fib 都行唔晒㗎。其實裡面中間呢，最主要行到嘅呢都係得500零點嘅咋，悶咗2個禮拜啦。頭先講過啦，其實由8月開始呢，我哋已經悶㗎啦，由248到274呢2006點啊嘛。但係近2個星期呢，實在再悶啲，得500零點嘅咋。咁 Option One 繼續睇升嘅朋友呢，我哋一路由20年一路行緊一啲 high low 嘅 uptrend 啦，嚟到呢一 pair 274至249嘅橙色 range， 仍然都仲係 uptrend 中㗎。陣間會講多啲裡面嘅細 range 嘅變化嘅。咁睇升嘅朋友呢，要留意3個點數，紅色箭嘴畫咗㗎啦，就係第一步要打穿細 range 嘅26278啦，下一步前細 swing high 27202啦，同埋呢個中 range 嘅頂，即係暫時我哋嘅近年內嘅一個 local high 27444。講 option 2嘅 range 班之前呢，我哋數數，其實27444至到24968咧，中間呢係講緊2476點，而近1個月呢，我哋只不過係由25038行到26278嘅話呢，係再將2400斬半啊，得返1240點啊。而近2個星期呢，更加再斬半啊，係得返呢度568點啊。咁平時數 option 2 range 班呢，就好簡單，見到喺橙色呢套中 range 入邊行落行上行落行上行落，任得佢行啦，只要唔打穿274同249，框住喺入邊嘅上落呢，都係視之為 range 班嘅啫。咁喺 SMC Smart Money Concept 嘅理念入面呢，我哋除咗睇大框架、中框架呢，仲會睇埋細框架嘅。咁其實頭先嗰一套黑色落上落上落嘅一個 range 班嘅預測呢，其實係橙色呢一 pair 中 range 入邊裡面可以再細分出嚟嘅一啲細 trend 嘅，譬如由274跌到落嚟249呢一段就係中 range 裡面嘅細 down trend， 跟住由249慢慢 high low 騰到上去272呢一個綠色箭嘴呢，就係中 range 裡面嘅 up trend， 跟住由272跌翻落嚟250呢，就係中 range 裡面嘅 down trend。近來嘅250升到上262，跌翻256，收261，呢啲咁嘅走法呢，如果下個星期佢打穿到26278繼續上嘅話呢，咁又會形成喺中 range 入邊嘅第2個 up trend 啦。咁萬一佢到時咁叻上到272，但係打唔穿或者用針吉穿 body 唔穿嘅話呢，佢可以隨時走多一轉中 range 入邊嘅 down trend 嘅無限 loop。所以如果有朋友好 confusing 又跌又升嘅話，點解都係 range 嘅？因為始終都係未穿274同249裡面嘅起起跌跌都只不過係一個 internal 嘅細 range 睇法。咁所以你見到其實頭先嘅紅色線走法同埋綠色線走法就可以用呢套黑色箭嘴概括咁樣深入咗出嚟啦。Option 3睇跌嘅朋友咧，就要堅持27444係今年高位㗎啦。咁即係話咧，之後就會行 lower low lower high， 所以下一步咧佢要再做下一個 lower low。咁大家就留意呢3個紅色箭嘴啦。第一步要打穿呢個25038細 range low 啦，然後24968中 range low 啦，同埋前 swing low 24242一路向下走咧，咁佢就可以做到 low low lower high low low lower high lower low。開個保利加通道啦，同之前嘅睇法都一樣啊。出到嚟就係睇到係一個橫行咗一段日子嘅局面啦，條通道好 flat 㗎啦，都係困住喺274同埋249中間啦。現時黑色中軸點數係26104，upper band 同 lower band 分別喺269同埋252啦。EMA ribbon 出到嘅睇法亦都係嘅，而家8條 ribbon 咧聚埋，全部都係260嗰度啦，中間得67點咁窄。我哋已經黐住咗喺260呢個位咧，成2個月㗎啦，所以260係一個重要嘅分水嶺。所以大家如果覺得冇方向咧，係好正常嘅，因為我哋真係喺所有 range 嘅中間到唔中間嘅位置。咁就留意翻頭先俾上面3個紅色箭嘴同埋下面3個紅色箭嘴嘅點數，我哋破到就會出方向。我係霍霍，你嘅 Five Buddy，我哋喺 Patreon見。